係啊，各位聽眾，歡迎你能夠再到對嚟邊寧學見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能夠有新嘅話題，甲人講，這個禮拜我咪講搭巴士，當然就少人搭巴士，就特別講看人定到搭巴士經驗，啊是今仔日就是講到搭巴士安怎係蝦米有蝦米經驗啦。這個禮拜咧，我能夠坐到對嚟揾定，這個禮拜嘅老椒大背包，佢到對嚟啊，歡迎。Hello，大家好。大背包頂一禮拜現時去殺女嚟食，聽到講一隻女人未殺，但咩咩殺女嚟食，有一個差唔多線個無講真正線了線咗個舊舊個死，就已經對啲 Australia 點到到邊領凊彩歡迎。Hello。了，這個禮拜佢就對人參夾，了個我當佢直接線，真正線嘅只我搭波卡佢剛剛，因為只阿 boy。誒阿 boy 是到阿 boy 是 boy 是阿莫話啦，特別阿 boy 呢是變咗福建話叫。阿 boy，對對，伊個聲無像阿 boy。阿 boy 你知道，是唔是 boy 呢？是阿 boy。啊，你講阿 boy。OK，anyway，大家好啊，頭次到嚟平時未必咁 nervous 淡薄啦啊。較緊張啊！誒，等下咪你看聲，你按照隨條變啲福建呢？Of course，我 last 2 months 買到隻 iPod 嘛，then 貼圖嚟貼圖去，then 隨條 podcast 咯。哦，什麼是真正新嘅乜啊？真正新啊 ？OK。你買 iPod Touch 啊？買咪 iPod Touch？iPod Touch 對 iPod Touch。你當年聽到我嘅聲，還是你嘅聲有聽到腦擺，還是聽到是點？冇變咗。我聽到一擺呢。OK，你別講 confuse 啊！即凊彩你講明明個無明。無想甲有應用嘅聲淡薄。maybe line 冇咪通咗。OK。然後特別可以通啦，John。特別嘅你四張版嘅你 roto router 係假嘅。阿 boy，你當今到底得咯？當今我到邊嚟？到邊嚟？但係到邊嚟？哦，是你。我到 town area。破地。我 CRC。哦 ，CRC，等我想下，CRC 是唔是 CRC 是到底CRC 到底得咯？我真係未記。可能係啦。CRC 南十蚊隻車隻多啊邊啊，擺多啊邊，頭頂隻白冷隻多啊嚇。對。他分講有一間唔知是有咩餐館，是 hotel，係咪唔知咩1945係咩嚇？冇1926。哦，1926。收字啦。係啊，1926係啊。他邊是喺啲佛學院那邊個？佛學院是。對啦，Visa Day 是啊，Visa Day 是啊。誒，阿 boy 妹你是唔是阿摩車？搭摩車。對，我是摩車。啊，我聽出你參加隻阿摩話。得嘛？哦，得嘛？阿摩傾，特別唔要緊，冇問題。你緊張啦，阿 John 阿 boy 緊張。對啦，阿 boy 定等我開自己開始做別人學嘅事，你是聽頭佢隨時，我咪是參加隻阿摩話。你有當見你學慢慢咧學掉一學下，慢慢然後講學緊話，你用學緊話講嘅，你發到就搞啦。我嚟講到大，所以講到大 US 都有時教冇朋友講嘅時會別記嘅，講到學緊話嘅。頂，我較就是白，特別我就是想講我參做即個，那時我教我一朋友講就學緊話，佢參另外隻阿嬷做隻上司講呢，我時邊個去個阿嬷講學緊話咯。我時是未好話，你想每塊即英啊計講阿嬷話是啲講到每塊俾隻懶就係咩物件，另外隻計講到唔知白物件，所以邊個去一頭每塊愛隻買，就講學緊話未記話。你是到底邊樣讀冊是做工嘅係咪？當然。我當然做條工啊。做條工啊。แล้ว你到底 iTunes 除掉邊樣學嘅啊？對，我啲除嚟等我啲大除 podcast 嘅時候，除嚟除去除人 ，that's where 我都條類 podcast 咯。哦，แล้ว你除掉咧，是想講，誒，唔知唔捌聽佢講有人講佢邊樣學嘅 podcast 嘅喎。對咯，我頭是想講是類 podcast 是揀嚟講福建話。哦。Then 你聽咯，聽 first episode，OK，then again
interesting topic 我幾個告訴你我就 start download all those 幾個 episode 聽個了。幾個就 popular。你啊 Oh yes。你有幾個是講嘅？冇 unfortunately 我冇 ，but 我有聽。John 我有一個記憶咯，John 我有一個記憶咯。好，可能幾點先是講。你阿 boy，你講你一朋友有看到幾啊？冇啦，我冇，我 totally 冇，我八年個了，就係 for some reason 個了是。嗰啲冇，嗰啲未看到。我了未看到。你 OK， 所以你有去想找到別人學嘅你 podcast 嘅時候，有去介紹你朋友聽。Well， 我有幾個朋友 already 聽啦 ，after because 我 once 我聽了時候，我哋做 research 嘅節嘛 ，then 我找到你到 Facebook 嘅 ，then 我 add 你到 Facebook 嘅時候，我幾個人 and of course 別人學嘅到 Facebook 裏邊啦 ，all the likes 我幾個朋友伊人 already 八仔啊啦，是listener 對，是 listener 咯。好，你看到啲喺度 Facebook 嘅是希望佢較濟人到，嗱即 like 即幾個4000幾個喺度我看，4000幾個人啊嘛，4000幾個啊嘛。好啊，就較 on 到400幾啊？你400幾咩？400幾啊？是啊，4000唔知啊，4500幾啊？你就我看就是，400幾啊？嗱，這個禮拜咧，我嚟講是唔見到。我聽到佢哋這個就是 audio 看冇，Bad Boy。我 audio 啊？我聽到耐，我聽到淡薄聽到聲淡薄。delay 淡薄。你聽到 click 一下，because 我 charge 掉我 iPod， 所以我可以 switch on 啦。唔是 click 聲，但我聽到我嘅機聲。成個你 computer 嘅 sound 看冇，當你用台 headphone 啫。冇，我是 listen direct from 冇用 headphone 冇咪嘅，不過我 computer already mute 佢啦，有聲。特別你 headphone 你 iPod Touch 有麥咩？我先有啊。你清 headphone， 你去叫你 headphone 清掉，你 headphone 所以我未聽到，即係你麥，即係你聲你 speaker 聲出嚟嚇。OK， 明白咯。OK， 你等問我 put you on mute 啦。OK， 你有時當見 OK， 大家諗就你講搭巴士啦，現代嘅人啦，現代人嗬。個人搭巴士當見，I mean of course 有啦，我是講個興無興呢？新加坡就真興啦，咪講啦，新加坡是興甲無興咯。咱到邊咧，我上個時間甲條講，我冇咪看到巴士，但係 rapid 未歹啊啦，巴路。我成日 rapid 時間真係咪嘅新嘅巴士啊？新嘅巴士，然後伊快好咯，你應啊咗，你等時你坐去布羅咯。一個有幾那頂有 WiFi 嗱那邊。我愛，不知我吹你 WiFi 嚇，特別這樣就對嚟啊。要寫掉嘅，係咪這樣就對嚟？你買去這樣，你落布羅，你個只個頂 from 布羅去公打咯。特別你看就要寫掉ada WiFi 嗱。哦，要ada WiFi 我愛咯。我直頭 tweet 嗰啲咧，OK，I'm taking a bus now。講到巴黎布拉。WiFi， 我嘅啲看到嘅呢是，伊唔是講可能巴黎布拉 WiFi， 伊有咧會有 WiFi 咋，好了咯。爽，我 WiFi。因為做為仔咧，我到邊呀，到係朝咩 message 嘛，我 search 啲 rapid bus。你有冇用你 iPad 吹啊？我都可以用 iPhone。我用掉 iPhone 啦嚇，所以有個 rapid bus 我想講唔一樣，我想講 N 間嘅呢，特別有一時有嘅喎。哇，好了，佢講啦，勁 rapid 啦 ，bus 叫做 rapid 啊。rapid bus 直就咪當今日你叫佢啫，係你成阿咪咱坐巴士但就唔啱。我夠見咧，我特登去學等坐巴士嘛掉。但就唔啱是 toot bus。hin bus hin tut hin bus 該見了都知哦。你看 bus 上個小嘅切啊，我個暑假節阿妹啊，講一排阿妹啊。
因為伊到迄個紅城園，阿咪對迄個毛 S 嘅路正切嘅嘛對，起山嘅，一樣古早咧現讀嘅啊，一樣真正夠叻嘅嘛。我甲你講啊，我當阿妹個咧，我穿 uniform 咧咋？我甲你講啊，過迄個卡咩事啊，我甲你盤起咯咋？我無啦，我逼切哦。kilo 咯，特別嗰時條啲逼切阿妹嘅咋？即係安怎是後尾個時候，你嘅朋友個咧做姐嘛？你笑個不多頂咯。誒，我嗰隻特別嘅咩嚟參喎，曉樂係嘛？攞嚟記曉樂啊！曉樂，我知曉樂係嘛咩啊？曉樂係嘛，咪是咪做曉樂係嘛啊？計 steady 啊！等陣又參曉樂係嘛講，唔是，等陣我佢湯嘅，呢隻湯嘅時候特別名呀！哎呀，對啊，唔嗰啲湯嘅，我歡喜曉樂佢話，了即個頂頭就住我話阿 boy 當今你捌搭巴士你較細漢哦，頂可能。細漢嘅時，到去吉多羅嗰陣搭巴士啊。我 feel 到阿 boy 冇細漢啦。冇細漢啊，曉樂。Hello。你個未困啊？你冒咩咯？未拍喎。未拍嚟個。哦，嗰隻人嗰隻啊，韓國叫咩？就 David 啊 ，Eric 啊。誒，問講咩一齊？sorry。唔知有人可能我講咩出嚟係你？明白。你只小事啊嘛，差唔多變你學嘅，冇啦。係啦。OK，韓國叫。人講食啦多個角咧，我不要緊。哇，各位人啊，講到這把神咧，各位人嚟啊！你得唔韓國叫湯未？韓國叫？喲。曉樂啊，曉樂。曉樂，你冚你嘅 audio 未 ？live audio 冚啊？我冇開了，我係internet lag so video 未開，我所以冇開。哦，OK。你度話冇？So there's cake or no cake? No cake. There's still cake. Yeah, half a piece for you. Where? In the kitchen. All right. Thank you. I want a piece of cake too.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Just so. John 就講緊。There's a piece of cake. I want a piece of cake too. Thank you. 係嘅真係。OK，等陣你覺得 a piece of cake。佢再介紹我哋啊，同埋話你家先參加，然後除了我哋特別播，特別播我冇介紹到你過啊，有啊，特別播講啊，然後前菜們講啊，阿 boy 們講啊，唔使去隻女啊嚇，然後個我話你家參加我哋，我話你家參加我哋即係禮拜做特別嘉賓呢，就是曉樂，歡迎，係啦。Hello。然後個歡迎歡迎。老椒，有落大波先係。歡迎驚，歡迎驚來未？歡迎驚未來喎？歡迎驚都冇聲啊！歡迎驚冇聽到你聲。我等陣話佢一聲 message 我啊。call 你啊，你no打得 sound 啊 ？Call you no sound how？Call you know. Testing. 呀。歡迎嚟嚇。Testing 呢？但我聽到你 testing 嘅先嚇，喂。安得大行，你做到啲類，係見啊？聽我啦。安得大行嘅類。哇，係見係。係見好行啊！喂，我吹的歌。吹的歌？的歌就到佢見件事啊。哦。定能啊。的歌考佢講伊個 friend 學你學伊你 mix 面就 mix 個頭 audio 物件咧是走去係見考。OK， 介紹讓之內曉樂嘅可能嚟參加我哋嘅，即係禮拜我咪講大巴數，但係我哋講有一半大巴數是係你凊彩講一隻rapid 等於新嘅 bus 有 WiFi 啊，有你啷把就把打過，阿 boy 把打過哦。我唔係，我當佢冇搭巴士。頂到大巴士係咪巴士？只係咪巴士？
有 MPPP，林星星，我係講嘅名出嚟，哦，對嗬，林星星。你咪是講林嘟嘟咯，加 M 嘟嘟嘟咯。OK。แล้วก็ตัดจมูกง่าย ulang so ตูดบัส ka chan jo bunga tut bas ก็เยียตูด ka cho che la เยียตูดก็เยียตูดบัส yellow tut tut bas 係咪嘢都？ yellow 定 tut 到定到人講เยียตูดบัส我笑未起哦係咪啊？yellow 都呀？ yellow บัส yellow tut 啊，yellow 都。啊啦เยียตูดบัสก็รู้เชียว Gila tu. เยียตูดบัส啦有咯冇咧同添嚇冇咧ตอนเป็น orange 嘅冇啦，近係 rapid เนี่ย路馬路。我近嚟巴松冇㗎啦近嚟唱 rapid เนี่ย Ah, cun rapid nya. 你顯ตูด冇咧啊，顯到揸到了， 哦你嚟使講㗎咯顯บัส多啊到了。Oh, lah rapid 拍到嘅。Rapid 是做一個，敢若一間公司哪一巴士？嚇，特別就 modern 嘅，OK。因為我愛喎，我愛坐喎，我愛坐。我把這對新加坡嘅巴士嚇。把這對嘅時候，人啊，就去坐巴士。啊，到啲巴士咱去咱坐配鋪落啦，有時咱個錄音，到啲坐巴士錄音。爽就要落啊！人琴日對我 Twitter 嘅啊，等陣要講到 Twitter 下，記起邊啲學緊 .com 嘅網頁廣告，但係一個係睇啊，邊啲學緊 .com 嘅網頁廣告，看到一但係咁時啊，แล้ว那時講就要俾對我講攞禮拜俾對邊啲嘅就攞禮拜對邊啲嘅，名後練啦，John，名後練啦。攞禮拜對邊啲嘅，人就要參加我錄音嘅現場錄音咧，到啲巴士位咧 rapid 嘅巴士嚇，誒，唔係講 rapid 巴士位嚇。誒，特別唔就教我食呢，你食呢唔就教我錄起講喎。不，我買 live 啦，那是講有 WiFi 我就 live 啦，無 WiFi 咧我就應該是無 live 本來是講我到啲巴士落咯，所以那是講就會對我做特別改變咧，正是對我前線對我。哦，就掉到巴士講。啊，接到巴士講話。刺激嗰個刺激，去部落講。係咯，我坐巴士去部落啦，你睇我只驚，我學佢只驚講係坐巴士去部落啊，冇巴士人就好。有的士哦，有啦，有的士啦。所以大概八家人啦，red tooth bus 可以嚟八家人啦。所以我是講咱坐巴士啦，是咪是錄音咯？到啲巴士錄音是出邊本嘛？實定到時我對起時我知道錄音是到啲 ferry 嘛，坐 ferry 嘛，當然我特別對起時坐巴士錄音。所以那是講我要參加啦，我冇幾時要錄音嘅時候，攞嚟對我就啲 Twitter 咯。當然即係邊咧有，即係人有即係。啊，即係 smartphone 嘅了做 Twitter 咪佢頭嘛係啊？嚇，有啦有，咁啦嘛是 Twitter 呀。所以我係對話哈 at John Ong ที่ Twitter at 話 John Ong。OK，嗱講到啲這巴士，或者我對佢邊樣嘅事，佢就另外隻 episode 是邊樣即係這巴士是落嘅。但每樣 rapid 就把這過，我特別改變緊啦。啊，即係學啊 topic 波但是唔把這過啦 ，topic 波你這年冇對啊。topic 波如果啲啊是啲幾隻女。哎呀，我女失敗啊啦！失敗上定呀？係咪先上定啊？你係個這 mini？你係個謝坤正？佢因為我10分鐘嘅時，我講哎呀，我驚太無識，幫佢9分鐘嘅就過嚟啦。10 minute 應該是加水。究竟我知按怎做啊，所以 next time 是10分鐘就好啦。10分鐘啊 ，maybe 8分鐘。7分鐘。可能8分鐘，7分鐘，如果你講7女嘛，7分鐘啦可能。嗯。係咯，究竟上啊，呢是 perfect 嘅 hard boil。哦，嚇，對。哦，12 minutes 是 perfect 啊。I think 7 minutes 有估本啊。Because 我做 hard boil egg，啊，真係講女邊講 hard boil egg 啊，我做 hard boil egg 時，我成日講咧，我係我嘅女啊，到啲即係。我也為咗好，然後開會呢就，為水是冷嘅啦，然後係女就去水，然後開會，然後慢慢學一罐咯，我只隻罐呢時候，你女到啲裏面啊，好大到啲喺水裏面，然後我只隻罐呢是冚開又係一節嘛5分鐘加10分鐘下，呢時就變咗 perfect 嘅 hard boil egg 啊，呢部開就係女剪部你諗斜開，OK。接到啲講巴士啊，都把這個 red tooth 巴士，tapi po，應該是唔把這，tapi 我都把這個 rapid 巴士。
一部唔知嗰東西啊，兩別人呢？別人乜一句有曉落，乜一句 rapid bus 哦。有啊。嚇，講下 describe 我聽。rapid 有伊新嘅馬路 rapid I think 有年起有 wifi 了 for long distance 啦，like 普羅普羅啊，巴都定義啊，對。你係咪啊？讀書卡邊下，依家回路嘅，你 rapid 有 wifi 咯，伊車位。幾鐳嚇？佢一款 rapid 是 free 嘅咯。冇是你 free 嘅是。哦，你是講 free 嘅 bus 還是 free 嘅 wifi？wifi free wifi。wifi free 嘅。那平常時 bus 就這裡。bus 個 I free 啊，John 弄嘢，bus 個 I free wifi 本來 free。冇是講 free 我唔知講是 free bus 還是 free wifi。我想有你 certain area 是 free 嘅，我想成日講特別咁大邊嘅 area未必是 free 嘅啦。特別有 free， 有嘢是有 free 嘅。有啊，依叫 CT 咯 ，Central Area Transit 咯。哦，未歹嘛嗬，是唔是進步真濟啊John 我都知嚇 ，free 嘅嚇，你就係咪人謝哦？係你起閘啊，係咪你除 aircon 啊？只謝人甲我講是安尼啦，人白起來謝咯，係你無賺A啊，可能白無變嘛，你是講係人嘛？伊人是小人啊 ，John。哦，小人。所以人謝一除 aircon，人佢搞我，佢有除 aircon，佢有落喎，未歹啊！好，安尼我特別去 test 看下知道。你去跳落，你要坐是坐到一趟，到一頂。我個這是坐一康樂嘅，因為對個路過邊嘛。哦，你 still 當見過坐啦？有時對厝嘅時咯，無用車啫嘛，坐bus咯。你講下感覺，你感覺是安怎坐 rapid bus 比個頂島嘅 bus？特別有時講伊花車係你 driver 本是真係錯落本咯。錯落係咩意思呢？你都係緊啊？特別是錯落。伊花車冇停嘅。哦。先呢咯，就落來咪先。有時第一道嘛，你一件有時細聲你聽無到嘛，你第一道嘅時就錯咗了。對咩？哦，特別伊個巴士垃圾啊，係咪quality OK 啊？好。設定嘅垃圾，因為安怎講啊？因為設定嘅cushion是有嘅 rapid 嘅cushion是伊用下你synthetic嘅下你皮做嘅嘛。所以有人係手震嘅人嘛是佢都會掛，然後嘛個邊去寫你也不會落寫。咱有誒邊咧，伊巴士舊意是 totally plastic 嘅，所以你都無人去 destroy 咯。是。特別這個較最聽啦，因為 plastic 嘅了嘛。你要幾種嘅 bus？ 攞頂啊，有攞上無上 style 嘅 bus 啊，大頂嘅細頂啊，係。大頂嘅細頂咯。伊細頂是上到咱坐 mini bus 嚟啊。細頂就 mini bus 咯。了有愛講嘅啦，個了。看對個了。伊愛講夠零嘅。零哦，真零哦。好。不知我使坐巴士啊嘛，嗬，不打我要出去時，我because我無學車，我無 lesson 啊嘛，對馬來西亞我使搭巴士，特別我唔知點搭喎。單架姑姑啊，單架小。哦，但係我就坐巴士啊，但係我特別坐幾號巴士，我就坐幾號巴士，佢等去到普羅呢。你係話地標機應該是嚇，嗰啲話，哎呦死我驚啊！我驚。我大擺只驚，第巴所只驚講，嚇！我第巴時我第驚就是講佢一未向或者自己去荷蘭嚇，就是叫啊，跳落啊，我是阿 boy。阿 boy 嚇。就我 just 俾佢介紹啦。If 你俾在 rapid 嘅 bus 落嚇，iPhone if 你用 iPhone 用一個 application 咯，你假如按照講 rapid 嘅 bus 落掉，你俾佢到你去隨下咪bus 啫，下咪 bus 哇！真正下咪 application
Rapid 啊，哈 Rapid 我等於 Nó sẽ download kiểu rapid rapid Penang là sao vậy? Được, lúc chơi mà lúc just key application. 我每人啊，哇，你是唔是講boy 都用 iPhone 咯？我唔用 iPhone，我just 用 iPod Touch。啷啊在，Potash 嘛是該上，啷在有人他會睇水 iPhone 4嚟用啊，水 Rapid 咪輸入破病水做咩？水我不對馬來西亞要用無人攤水啦 Rapid bus 啊，Rapid 有講咩？人水啦，檳榔，係咯，有人。乜有人水嘅啲檳榔，我唔捌聽過個咯。我要用，OK，now I download。rapid Penang。冇啦，冇人水 rapid。我除掉，我除喎。除啊。maybe 我使做啫。特別定做咩？定嘅咩？啊，star 播 star 啊，你車播咗哦。嚇。要你講像是即條嗰啲啱嗬，還是還啊？舊年時水咧，必你把去錯伊是鳥對嚟。哇！特別我唔是講嗰啲 rapid bus 水 rapid bus，我是講水 iPhone。啊，是講水 iPhone。咗那本嚟佢哋咪叫做檳榔嘅啦。我看到了 bus routes，等我去看檳榔 Island，然後去看，哎呦，伊不是伊講到，哎呦，我都吹 from，我被吹 from Seberang Perai from Tanjung，我再吹啊，係咪水？檳榔 Island main，等陣 landmark。誒，咗你記哦，古陣香港嗰咧唔就係記哦，嗰陣搭巴士時啊，我哋 bus ticket 你冇上卡咧，冇上卡咧。去到落一個位了。借咪 bus number。等陣我看，我叫我等睇，等陣半間冇看到誒。對，我點先係真濟喎。但係你講係咪你這冇上嘅color 嘅 ticket？唔是借冇上下掉，你叫你要借 conductor 起來，一個借 jacker 起來，咱冇 ticket 時個坐到條路 bus。係啦，你時你看你借往時第冇得咧，就是嚇成個你去啊，是你夾一站嘅時都換夾咧啊。對，夾一個5鐳啊，35鐳，我叫我借 bus 35鐳咧。我諗幫實嘅人咧，一坑嘅咯。我諗幫實嘅人咧是叫較便宜係一個咯，你係行人冇。冇，我always 叫便宜，特別我夾借淡薄咯。哦，頭借。下頭借咯，你 conductor 起來上夾條路一站爾咯。我就老師頂到我是補習嘅時候，我是借，當時我補習嘅頭前去吧，這是較貴，唔知5鐳嘅是一半。Yeah，我覺得我哋唔知啊，這是有啦。冇錯。啱咪頭前去，後尾去。必須頭前後尾，我是講我補習嘅事，我是特地我補習嘅頭前，補習班bus stand 頭前，我補習嘅班頭前咧，bus stand 位咧時去是較貴嘅，但是我講行去哪站咧，行去哪站嘅 bus stand 咧貴過行哪站 bus stand 咧，都拍辦機唔知5鐳是10鐳啊！有時我都叫到行咯，我時看到 bus stand 先硬買借，去個辦機加放神啊咯。咁就正bằng咧，我過記我古早bằng uang kalau查某有等愛嘛，所以吼，我人嘛是大 bus stand 咯，你只 bus 古早換 bus 是搭部個咧嘛換哪係咯對，正好笑就一來蹲一地方啊，你無停嗰隻地方呢，下個往破單個咧，安尼講咯，很爽哦。這裡被車。學那驚你坐 bus 定得是？真係有得坐面鐳啊？我真坐面鐳？嚇？坐面鐳。你做咩坐面鐳？我嘅人嘅顧嘅 ticket 嘛，佢真係我嘅 ticket 嘛，一路車是舊嘅 ticket 好玩我就 give me ticket 了咯。安尼conductor 未真亂嘅咩？我 conductor 會真嘅啊。conductor 伊有換站咩？伊過一站呢，伊就落車咧。哦，你落換車啦。哦，你咪是要隻狗燈。啊，你唔是 conductor 隻嗰一個講。有啦，嗰一個就講。對，有一個是 conductor，有一個是有一個是 jacker。對 jacker conductor 是拍坑嘅，唔是咩？我是自己後尾去嘅。哈。所以我自落隻你本少嘅巴字面啲。對，個本少嘅巴啥對。
本少我㗎，記我本少椰嘟啦，哦，本少椰嘟啦，是椰嘟吧，所以嚇對對對，興嘟啦，興嘟巴士啦。啊，我捌坐是特特兜冇椰是可以趕路爾咯，我是甲一條是趕路咯，因為坐過頭伊站啊嘛，冇關係了，冇。伊巴士 conductor 本看甲先了，但是講伊冇duduk啦，哎呦，安尼咯。誒特別好，我講這巴士時候讓我困了，係咪？但是 miss 站啊，困去個飛機落巴士。hello，我驚，我驚，真冇因為把我是加錢。hello 講咩？袂記錄袂要緊啊，特別有時困的時候，邊仔有人啊，迄頭直直倒，直直趴到你身軀。你是邊一困的人？你是講你困的是你頭浪的邊啊人，還是邊啊人浪的你？啊，我的頭去弄到邊仔，咧有時邊仔嗰是查某哦。有一個霸女啊？你困咗老暖無，啦，伊就啥驚就青姜做面事啊，紅葉去弄的。即係可能因為佢都流暖伊嘛毋敢講人流暖。有時就弄到迄個伊個啥物啊，伊個鏡就真大聲，砰一聲。哦，係講到驚，對咯，驚嚇對咯。講到驚，叮當那是較一巴士嘛是，actually 我唔捌這個有講嘅巴士啦，其實我到底伊有一條雲呢，伊有一條雲呢，please 啲驚有冇 ？OK，我點講到伊係一支物件，OK，唔是講到驚啦。係咪？哦，對，嚇對。伊成 railing 我都見咩去哦，一開巴成個聲嘅呢，所以特別見嘛，冇見嘅不多嘅嘛。嚇對，要攞機嘅伊成內班呢。嚇，啲係驚有嘢咯。伊是講個 accident 嘅時候，你落飛出去，是甲未飛出去啲車係嘛？對啦，你甲未噴出去個口嘛，射出去。係你落機物件。你攞機唔夾 protect 你嘛？แล้วเรื่อง即係阿 boy 阿 boy 斷咗喎，啊啦，阿 boy connection 接咗，曉咯。有咯，你聽到你當今比起來啦，聽到巴斯加當今巴薩 rapid 是唔是進步咗濟啊？你感覺？對。OK， Of course。你看有 iPhone app 喎，但係是進步真濟啊咯。你個 Twitter WiFi OK 咯。個 Twitter 伊人有加 technology update 咯。哦。你個 WiFi，你所以改 Twitter 嘛？爽啊！但係個聲啊，等我訂都係個聲。真嘅？行咯，對，我訂 app 即係 Jalan Mayang Pasir。Oh, Ada barang baru lah. Band baru. Oh, bahan baru ah. Tahu, oh ini kan Penang, long saya Penang lost mi, ikon. Lost ah. Bagan Jerma, Batu Fringhi, ikon si ha, Tanjung Bunga ha, tiêu. Anh cái gì đấy không xí không? Station bus Tanjung Bunga. Ikon si, tahu tu hi ikon si kan. Okay, Penang Island. Ikongsi. Tadi Jalan Tanjung Terminal Bus Tanjung Bunga lah, okey. Lu saya telo pasar malam ni lo. Dia. Dari kita ni Fetis Park, Jalan Fetis, Perak Road, Burma Road, Penang Road, Julius Street. Kalau road tu boleh tu. Well kuih si orang bahasa. Kuih. Em con nói cái này sai rồi, well quay. Ký是 spell 鬼嘛？哦，咁大，terminal bus 咁大，我使去邊換？Cái con tá cái em mà. 未歹。我或者是講我唔知，特啲邊個睇用 iPhone 嚟啦，極閃。冇 WiFi 個麥機啊，冇 WiFi 麥機啊 ，action 正啊。就係啦，冇啦，我覺得你 short term 咪緊啦，然後唔係 short distance 咪緊。哎呦，冇病。short distance 就比較緊。OK，等下個 phone 都等一陣嚟。
了，你先成個羅巴，講到對阿 boy ，hello，嚇，你聽到這巴士誒試是隻咩巴士？MPPP 個這個林星星，嚇，MPPP 林星星是你去愛搭咩？愛打咩？星呀？星都係淡掉，because 我媽就都係淡嘅。哦，哦，有你這巴士是你會記係咪物件？係咪 memory？係咪記憶？係咪會記得係咪物件？I think 對高啦，你都是這人嘅事咯，because MPPP 嘅巴士哦，because 我住是大 Green Lane area 嘛，so and MPPP 嘅巴士去 Green Lane 真啊少嘅，maybe 半點鐘嚟一點，if 就是好嘅點聲啦，無你等個一點鐘，and 你差唔多是，and 你差唔多是，有嘅時哇，你看到巴士話呢巴士咪停富，佢就講富，佢就攤後背，佢 just 記後背。硬知你啊，知有你接啊？硬知嘅，無啦，一個咪佢masuk，係幾錢呢？係啦，對，你 mini bus 啫。mini bus 都有 mini bus 我都叫搭車是借 mini bus。我咪是到 KL 搭車，唔嘢，哎呦，掉架咩啫？即係冇時間諗住搭車呢？是咯，我 mini bus 到 KL 搭車，咪是想安尼玩笑啊。Halo，笑。Masuk dalam. Nah, siapa? Belakang boleh lagi. Lah, bom si dah isau corner si anh cho. Wow, lu bộ game tu si tiêu leo. Phun hiểu. Gimana pengen ya? What dulu Taiwan này có không? Leo le, tapos yan快點啊，登記回來了嘛。哦，博懵呀。係啦，喂，一本來呀咯，你驚個笑啊？你咪是而家自己成日尖啊，是加多咧，來得吐嘅。哇，你鬼嘢劍啊，扎緊咧，你劍不是尖，needle。聽冇？講你嚟。尖啦，尖。John 啊，換阿鏡講。Facebook 邊我有 attach 啲 ticket 嘅 ticket 係咩？小英啊 ？Facebook 嘅，Facebook 嘅。Facebook 邊啲學嘅 Facebook 是？邊啲學嘅 Facebook。OK，我去看下。邊啲學嘅，哈，哦，你這啊，喲，出面，哦，哈，我記，喲，就這個嚟哦。喲，song，然後佢咩去飛，然後是佢邊啲學嘅人去去邊啲學嘅 .com 誒 Facebook ，I think 係是就 push down 去啊，係是，特別係講讓嚟講，我 maybe I try download 小英，誒，真係 download 咧新嘅 Facebook，呀，新嘅 Facebook 誒，小英未 download 啦，未 download 咧。我係咧，那度電話開起來。Anyway，我笑起來先。View original Flickr image。我真唔會啊！我 just 一個 question 啊。當今係巴薩，你講當今 rapid 係巴薩，是100%嘅咯 icon 啊。是哦。Unless 是派啊，都會嘢。了啦。icon 派。I think 是哦。我 imagine 講。伊個巴士古早個巴士，然後有人會行去上落嘅嘛，所以當今嘅 rapid 嘅巴士，是講你成日講你講 GP icon 派咪抄個料先。抄咩？你是講人啊？哦，那是講 icon 派是哦，maybe icon 派是都冇驚啊。你冇驚？你講嗰度 ，you know 我直到去 KL 啦，我坐嘢 train 啊，坐嘢 train，so。一嚿嘅你sometimes一嚿嘢得嘅時候，佢咪啷條接啊嘛，就接冇嘢嘛。然後接其實哎呦死咯，去做嘅時冇迄個 that講 that train itself 啊，迄個即個嘅啊，aircon 派咯。哦，你 imagine 內邊有一個 back 啫，一關被死白炒。少，哎呦，嚇死我！直頭落巴士拍電話叫我馬來仔，巴來仔。Gini 成個都問講成個係你到底 KL 是我借你叫咩啊 ？MRT 嘅怎麼樣？是叫 MRT。我是上班 MRT 嘅 MRT 唔是。放工嘅時我特別
我嗰陣我個滾淡薄，即係我個企 above 人嘅了，跟住窗開，你想看到企得較嘅人至避到人嘅避嘅了。有個嘅人佢袋個碟喺邊。係啦，哎呦死咯！被窗開都俾佢 oxygen mask 出來嘅機。你諗攞把借把佢借把，即係紅險把派去啊！你叫人借你個落嚟第一時叫人接去單後背一頂啊！係。講下，啲話多啊！伊這一生啊，南邊無人啊嘛，แล้ว伊邊無會去南邊生啊，攏全4個叫人，一叫人吃落車咯，伊行攏lui咯，伊行攏lui啊，攏伊這後尾升車咯，但後尾升巴曬咯。叮當當今 hopefully 個部咧，就係新嘅巴薩個部常常派一個，應該是。少啊！我叫我借得，我叫我借巴一刀咧，伊個咧是林星星嘅巴薩，伊個 I think 伊可能是啲走大走車 speeding 嘅紅馬達停，我頭一刀看到巴薩馬達停，伊個掉 speeding 啲嘅。哦，即馬達你唔知巴掉啊？啊，伊個 driver 掉咯，你其實是 driver 啲大錯，變咗錯嘅咯，變咗是咯。唔知最爛無好時聽啦，甲攞去。即唔知別嘅聲個啦。電嘅聲嚇。但我個記者特別驚佢嚟，特別冇走去一個特別驚嚟。特別冇啲嘢啦。啊，特別冇啲啊！而家走去就肯定到對嚟講鬼告訴。特別啊，特別驚歡迎。啊，歡迎。大家好。你乜嘢？你都乜嘢叫 rapid 吧？所。新嘅 rapid 啊，唔捌啦。或者對面嗰時諗去借啊？會使啊，我聽講當機咩真好嘛。嚇，個 WiFi 啊，諗去鋪咯。是哦。我未看，諗自己諗自己在即係有可能跳落會在，跳落都在講搭 bus 啊個規律有一塊。依 app 有講喎 ，app 有冇寫話 ？depends 喎。啊，識講講。伊想是哪會哪貴咯，特別。就哪會哪快機啊！就哪會哪貴啦。特別我唔知伊貴嘅得啊。可能會考幾件嗰個當嘅落課唔知。Tapi kita paham Kalau kita si noko. Okay, kita noko. Mo anh chó họ lui hả? Lui hàng. Hali log đi thang cái box. So tụi bay u cash à? Lui về sai họ sai credit card à? Lui về cash đó. Lui sai bé. Tập kho buồn giàu. Lui sai bé sang cái pass cái special sẽ pass sang cái nào? Sẽ chỉ lấy bài. Yêu pass. Ấy chỉ có gì chỉ tập quý. Yêu pass á, tông kia pass啦。一條嘅格嗱嗱，啊70幾塊，其實你有第你是第班機70幾塊啊，有卡班機哦，依個就變攤謝，即係一禮拜啦呢，一個月，冇近來一個月呢，冇卡班機啊啦，啊一個月，啊every month，但係馬來西亞一卡嗰時係你金盾嘅喎，冇咯，冇啊。變做抓到對啊！打到我個了件了。冇了啦，劍盾了啦。我是我只未記啊喎。劍盾啊，一類啊，少對個了。哦，對啊，對。500塊冇啊，就陣。係咪嘅？都少過500塊，500塊冇了。係咧，變咗冇 value 起來一陣按轉。啊。係咪500塊冇起是咩意思？你冇500塊抓住冇啊啦。古早500塊冇了。哦，誒，你咪是只搭女咯，但是講你500塊抓住now。我可能搭1000塊咯，你500塊抓住。要我嗌咯。有人甲你買啦。if only 有人甲你買嘛有咧類咯。if 講你冇嚟講少人變臭抓咯。你燒黑股度，可能有人嗌買一路啊，感覺啊。成學覺得冷暴嘅事啊。可能阮啊。แล้วแล้ว等陣講，但係我看到佢哋
即係巴士啲 Rapid 巴士 app 嚟嚇 iPhone app 嚟，以前去 Gurney Plaza 就一空三。我感覺到伊對伊 number system 係佢差唔多成個頂到現巴士 system 嘅 number。頂到我唔是一空三一空二啊，冇我唔是92，冇93一空二，但係冇嗌係你。好啦，內好餅嘅古仔。看你大大路啦，你看你大大路。你講字話，講字是藍色顯巴數。嚇對，一空二藍色顯巴士，一空二加94是伊個牌是金色加黃色加紅色嘅。你有嘅有起hiệu色，有嘅無起嘅嘛。起hiệu色是94加一空二，然後93號是彎大路嘅，係是我借嘛啥？你叫我即個即個凊彩你就叫凊彩到當中冇啱嘛？凊彩你聽到我哦？凊彩都冇聲氣，凊彩都冇聲氣啦。聽無，唔是聽無，我聽無，我聽嘰嘰咕咕，唔知咩啦。凊彩 because 你 line 是 line 上必須就一人數，凊彩你記當中冇啱是你打幾號把數？別聽無，John，我聽無。你等陣我冚一個 call 到對咯，我 hang up 一聲，我 hang up 有一個 phone 到對，鴨我 hang up 唔到人係我 hang up 到最，我嚇掉，有 call 到對，有特別驚呢？特別驚都打咩巴士？我就82號嘅最仔號巴士。係咪嚟？我得嗰個嘅咩？嗰個細啲係咩 yellow 巴士係咩？82號是換 yellow 巴士換街。嚇，你一家點成成嘅？你識啊？冇仔號嗰啲，政府嘅咗啦，白硬嘅白硬嘅，頭先政府 MBBB 嘅。哦。仔號巴士。我唔你白硬嘅，我冇咩記啊，冇咩記喎。哇！transit link 係講呢。哦，你咩？我頭先是跟咗啦，個黃佢變 transit link 嘅。我冇借過一特別。真正派單嘅，真正派單嘅。你當時點定升，但是冇點定升嘅。人定到嘅這把實時佢就是學咧，類個納得咧是簡單，人激激咧嘛。冇講成學啊 key 嘅嘛。喂是有82號巴士有。哦。我唔係借過你成學 key，定到時我講俾這把手對邊個冇二把㗎啦，成日變做就老爺係啊，定到我冇借咗。當然我知道對件事啊，個兩禮拜對件事我都未 try 這把先。學爽喎。我借唔到巴士好難講啦。未啦。Rapid OK 啊。Rapid 我就是，特別你對聽到話我咪吸引嘅未？凊彩我吸引嘅我當劍。聽隻 bad 啦，聽無。佢聽無個，嗱頂上濟人啊，你別很多類 internet。我人聽你 OK，我人聽你 OK。我聽無，我嚇聽攏個咧講我聽無，嘰嘰咔咔唔知想聽甲唔知聽在倒落去啊。阿拉媽，特別我俾每看過八島灣對去檳城嘅事啦，冇唔是八島。個見我禮拜對檳城時，我俾去搭巴士，我俾落音到啲巴士 ，rapid 會落音，所以就俾對我去，係咪嚟參啊？DC 去。我對去時攞個攞禮拜。你是 weekdays 還是 weekend 呢？Lucy 嚟講是拜個啦，邊是拜兩禮拜咧？冇得掉，我 tweet 啦，我 Twitter 是 send。anh kể tớ ở công cả ba lê bài ca hô lúc các buồn này chỉ lắng hỏi sai ba lê bài ok đó ba lê bài ok你拜個人叫做工咁嘅了嘛哈John 我出去借了OK 拜拜我去食雞感謝肯定嘅接落嚟講唔係我 post 掉我肯定我 phone 到啲咯所以 line OK 係 OK 你個 call 我到對拜拜กันแล้วลัง拜拜แล้วแล้วลอง想到講定到搭巴士是係你只派嘅 conductor 啊，是只派嘅 driver 做咩物件？有啊，一個 conductor 唔知搭波係400派嘅。
安怎？就到直叫人马索，等人是换那人。个簽伊把身在度大頂啊，等人誒。哦。伊面是安迪嘅面，但是伊現在是安迪嘅現在，哦，伊面是安哥嘅面。哈，我成個會記啊 ！Oh my god，我會記。伊頭毛爹爹嚇。伊真係出名啊！伊做可能。哈，我會記 ！Oh my god。伊喙底面是記嘅，咱真夠名人嘅，佢直直叫馬索，哇！究竟伊把啥執緊隻沙電會，佢直馬索佢倒落內面啊！我會記喎，攏直本仔，曉落本仔啊！呀，在伊真出名個咋？安怎一直阿咪巴士，安怎我看過伊是這是林星星，是到一家，伊是得正巴士，是顯巴士。我這是 translate 嘅喎。maybe 伊真勁嘅事，所以人真係部 company 每時個請伊。勁咩人？哈 ，because 伊只舊賣人事，所以只公司要請伊咯。好了咯。查某嘅喎。哈，好笑，哈，對，我記。你唔是安哥安迪，像安哥安迪啊，是像安迪安哥。哈，我知，伊穿衣衫呢，大擺是穿嗰啲 shirt 呀，有 collar 嘅 shirt，咧是地球嘅 collar 嘅 shirt，咧穿褲嘛。啊，แล้ว外口邊穿咗成條褲啊，咧灰色嘅uniform嘅嗰啲啊。對。那個咩人嘅別知隻鞋嗰啲。啊，真係諗住，冇想話這個字，我看把，但是講啷聽過啊，即係啷看埋佢本來學見到講佢幫 L 伊講咩，你試下看啷就在這人是幾句，誒，我每想要對，我們一記是幾句。應該是前嘢啦呀，抽坤個咩人嘅。แล้วก็เรื่องสังกัดเจ็บบ้าจะเสียบ้าสังกัดตู้กวยมีกี่怪มีกี่อ่ะสังกัด講เจ็บเดียว人嘅chewing gum 啊，係咩物件啊？看到我不過一個布條啊，嚇，多把少小咩啊？小咩？做乜水？你我嗰邊兩人字嚟講話，แล้ว依度紅音往兩人講話，依字往頭整嘛。你一講紅音兵啊喂，依名往講往就亂咯。咁就講紅音往亂。我80邊做妖講話啊嘛，你冇話冇關要，你問阿姑啊，我朋友唔知是黑超，唔知掉啲是冇掉啲，我唔知啦。我就喺黑超嘅話，佢咧背嘅伊頭毛嘅病咗就。哎呦！你就起笑，其實嘅名大聲幾經把聲個看過來咗就，然後我到佢拍死你咗就，然後伊咩啊嗬，佢後啊，160邊個配暖喎？喲！我朋友會互相，我未互相叫話啦。嘥我咁大半行啦，我咁大半行。OK，騎我佢騎係683咪關嘢咯。我真係俾佢嚟未，我朋友可配我喎。我嘥佢而家係。Oh my god，勁哦！烏打啊，老講。哇！打掉。電視啊！哇，好了，我一配暖我唔是我配暖伊咯就，一配暖我。Oh my god，勁！我講了啊，勁我都勁。我這話是頭做緊兩蚊物件。頭，你是係啦，你就是幾勁嘅我係。我朋友啦，唔但你下超嘅伊暖背嘅咯，佢頭毛咧就氣消啊，未就跌咗咯。哦。好了，看那驚講未？看那驚未再得啲呢個都可以嗬。OK，我可以。แล้ว阿 boy 呢？阿 boy 有啲咩 special 特別嘅經驗或 experience？冇啦，我 so far 我這把是個正經啊 ，so far 我推到奇怪物件。個正經，你到底把時時呢有讀冊、看冊，還是看啊？我是我未看，我捌這車這巴就是我未讀冊我翕呢。係我們就翕。แล้วคุณสิไปคุณอ่ะแล้วแกไม่เสียจำแกแล้วก็เจสิ看人看จุกี่個เขาแล้วเจอเสียง未เสียงแล้ว就做咩嘅聽 music 啊，怎麼樣？冇啦，呢陣時冇啥當然冇 iPod 冇咩 iPad 當然個陣時聽 Walkman 咧當然。嚇，
哈，當機咪是阿講，即係冇聽過啦。So one thing 是because 啷坐巴士伊巴士嗰隻巴士內人坐嘛。嚇對。所以我是覺我當我就其實有位坐咧，我就是覺坐入後邊我嚟 window 嘅位嘛。哦。And most of the time 嚟時，咱 sometimes 看到水嘅查某起來時，咱啲心裡想話嚟坐我邊啊，嚟坐我邊啊，嚟坐我邊。有時我單性，坐我邊啊，坐我邊啊，我啊。แล้ว特別個侵嘅就是留意嚟個等謝啦。係啊，那個條件有你啊，個時就是直直撞嘅嗰啲嘅。咩黐撞老皮啊？老皮啊！你老片咧，依個切片用嘅三切咧，嗬，個見講伊三邊一切，一個見古條啊，你驚咩？你驚咩？都可能配哪個？一驚咩？一陣冇想嘛，你淨係講你巴士嚟講，你見到想有你掛佢成個掛架了，一般就臭味咯。哎呦呦，提綱！哎呀，sorry。沒數，我等下啲我即 sound effect。你講下，你人到底攞乜到底巴士嘢可能比到上超細比佢哋能幫晒啊？定當時見啦，就大頭整嘅，見啦，哇真係超細比，哇是見啦老細哇 pamper 上面到底係巴士，我冇讀過啊。我呢度唔捌。誒，如果係講如讓成日咪講，讓平時你巴士你到底邊領within邊領嘅巴士啊，讓佢搭大頂嘅巴士，咁讓坐巴士去KL 啊，坐巴士去新加坡可能呢？我早坐巴士未見同事啊。安怎？伊巴士古早後尾有在站板呢嚇？伊巴士尾站板呢？站板呢真臭味嘅。係啦。你就是講坐到迄個站板嘅頭前嘅 seat 就只杜蘭咧嚇，直條鼻。對，人開門呢，人 flash 呢，伊也 smell 走出來啊。呢個就細驚嘅。頂到啊！當今有興坐蝦米巴士啊？就講坐等來去吉隆坡，然後呢有蝦米巴士 ？Aeroline。Aero 啊，三劍嗰啲 Aeroline，แล้ว Aeroline 現在爽唔爽嘅？Aeroline，有 launch 咯，伊內邊有 launch 咯，你就未見咪咯。哦，阿咪到底伊巴士裏面有攤呢啊？不，伊 double decker 嘅。人都單條坐巴士是。哦。你是 double decker 咯。哦。我知。有電視機我都看咯，不是呢電視機是兩邊哦。哦呀，我愛喎，叫做 Air Line 嚇。嚇。Air Line 碌啲。各位聽眾。QB 嘅借咯 ，Chris 借。哦，各位聽眾，讓會記下讓特別會記到這個 Aeroline 嘅巴士，所以不單係我到底對對是梅咯。我對我講我未記，我等於係咪嚟時我會去借，可能係講會去 KL 啊，快呢。佢就是冇啦，特別係小氣嚟，講咪咁講。你依時自己去到新加坡還是吉隆坡？KL，新加坡冇。吉隆坡晒六站。落到咯。Wisma Central 唔是 Wisma Central 你叫咩 ？Central 咩？我唔知落到啊。一落彎腰。揾到最勁。嗰隻超湖咯，嗰個超湖嚟啊，超湖新加坡嘅超湖。有。一般落新加坡本呢？哦，落新加坡。哦。吉隆坡嘅新加坡。超湖嚟啊，超湖啊。Hello。超湖歡迎，你話這個 Air Line 嘅巴士。Air Line 係咩 ？Aeroline。哦，唔係，特別我有隻坐巴士經驗。講。但是講來講係你坐成去long distance 嘅嗬。因為我頂估嚟新加坡時，冇budget airline 時，特我們是對坐巴士嘛。
恁坐巴士都愛坐10點鐘啊，12點鐘啊，反正真久的嘛。然後我就當就準備我的家產，就正我的 bag 內邊都有抱枕啦、被單啦。因為我個坐是坐暗暝嘛，恁暗暝伊巴士是幾暝嚇？就伊是伊是上9點幾的巴士，等伊滑到嘛在沙起到新加坡 around 5-6點啊，那款咯。所以我就坐起去，就是因為這暗暝較閒嘛，你困了較閒幾點聲嘛。了我就想我坐起個巴士然後我就穿背啦，然後鏡頭抱枕甲我行出來啊。穿裙衫，我裙衫。咧因為伊個巴士真冷嘅嘛，然後我就想分段落去幫照嘅嘛，所以我就是。冇啦。因為我畢竟長嘅經嗬，但我淡嘅嘛。咱若是講，你是講喺車站嘅，還是到啲巴士頂？無啦，巴士頂面嘅長經無限用嘅，頂古伊有嘅，特別我唔用過啊。冚嘢。then 因為迄個像highway 會長嘅經吼淡淡嘅嘛，所以若是講你立入去咧是，等你起來是，因為我坐吼你舊椅會使下骹嘅嘛，等你是回到伊舊椅啊嘛是，等回到家己嘅骹下面嘛，所以我就是無愛落去咯，然後我倒是困甲嘛在早起去啊吼，然後就收到新加坡安尼咯。แล้ว我拄過一個吼，我有得到我一個人坐，所以我是坐迄個一個人嘅位嘛。then 我邊仔有一個老職吼，哇！伊一個汽車呢吼，伊先頭伊下啊，伊會下起人嘅舊椅對面，哇！伊個骹介臭呢，我規暝吼阮袂打閒。你會困咯？袂無咩會困，因為伊骹一隻臭咧，因為講個吹落來嘛。你個前背啊，點解背臭味啊？啥物我甲要死去。是哦，安尼。即個我一聽講，我一聽講甲我講即 aeroline 唔是 aero 啊，唔是 AERO， 我想是 aero 成節喺你講嘅，即是AERO。對，邊呢好簡單。但我使能攞嚟拎。我覺得留即個 Aerobus 嘅 link 或者 aeroline.com.my， 我會去睇啊。一個淡仔就是對，即個即個小英。我啲 new 嘅 Facebook 我別得閒啲小英，睇 download，我別 download。你等 refresh 啊 ？refresh。Oh, now I download. Okay. Share this. Yeah, be. 我是被 download 嘅 image. Okay. 所以我把這個放起，我會放要可能看你 ticket 效應。我其實講你上古啊，確定啊？伊 ticket 嘅效應上古到啲 Facebook 啦，2禮拜落啊嘛，2禮拜一整落啊嘛。對。Okay. 所以我係到效應 ，OK 有啊。我哋 make note 先啦，唔得講咩講？我講這巴士經驗嚟 KL 小時啦，伊 bus driver 啊，伊講話係咪車 express 啊，伊冇時間停車嘅。from Penang 到去 KL 咧。แล้ว有時伊是 after 2 hours 嘅話，你呢係個 out 咗 rest 嘅 highway 咯，可能去搬照嘛。有一個安。你咪講過2點鐘後到 KL 嘛，but 1點鐘後我有急照啊啫，伊就叫伊 driver 下車我去搬照咯。伊 driver 講nak sampai anti tunggu nak sampai， tapi 伊 tunggu sampai 到1點鐘後到 KL 嘅可以落車。你可以照出咯？照了，唔知會搬照落課嘅，加個需要，加伊識了。係喎，你。有 driver 買係，有 driver 個河南個買，我講 tunggu 一個幾幾，我講 tunggu nak sampai，伊nak sampai 1點。我係計阿半蚊橋嘅。個跟住個人會轉向搭巴士哇！跟住人等我看你阿蕉，新加坡阿蕉。
新加坡搭節搭巴士。係啦嗬。嚇，搭節去做工就要搭巴士。你講下新加坡，阿蕉呢？阿蕉做工，搭節做工去搭巴士。阿蕉來未啊？阿蕉湯冇聽到啲聲個。啊，臭狐你搭節做工就要搭第幾點嘅巴士做工？我頂股是搭兩點，巴路無聲，巴路搭 MRT 了搭一點。我講好新加坡嘅巴士樣嘅係咧 iPhone 嘅 Apps 啊，但我攏講到我講好新加坡嘅真正方便啊！再講啊！你會使講好 the next bus 是幾點來嘅啫？哦，แล้ว成巴路你看你等了 next bus 你是講到啲 iPhone 嘅 app 會出講 next bus 幾點？成伊有寫3 minute 3分鐘是5分鐘，แล้วsubsequent 嘅 bus 個幾點來？所以嗬，成你免講去趕，成去公地你喺邊等啊？你再講你會使แล้ว你成佢講你企喺喺你 bus stop 位哦，我都依 bus stop 喺邊已經有班啦。成日講一站是正清楚嘅就，一站到咯幾站後是到咯後面到了，後面巴是坐去到咯，後面巴是坐去，所以是只方便嘅咯。แล้ว你成日你嘅 iPhone 嘅 app 伊會甲你講，即個 bus stop 位有幾號嘅 bus 㗎了，แล้ว幾號嘅是幾點來，幾號嘅是幾點來，可能㗎了咯。哦，好咯，希望咱你咱嘅叫咩啊 ？Red Dot Line 後本嚟對人嘅進步嗬。Hello，因為我有朋友到邊咧唔知打。係咪你講？你應該是未啊？你講？應該是未啦。你就會有希望者啦，問我哋衰，定當時諗咪是講被個 start rapid bus 人講別啦，唔是白搭唔是多啦，成日你白嚟巴士，可能當然咪是做一邊排嘛，一步一步來。red tooth bus 啊，負責我發生淡薄物件咧。係咪講啊？會使講哦。到底愛淡呢邊？I think 啲 berita 唔出嚟啦，應該是冇問題啦。講。佢隻 berita 係出啊。bus emergency 到啊，落去，貴啊，其實拔到快死嘛。哦，John 聽到，聽到啊，阿蕉，我是阿蕉 ，hello，阿蕉，大媽都聽到嘅，即係臭狐講嘅，伊講伊搭巴士到啲新加坡時，到啲 iPhone app 佢看開巴士幾點嚟？有啊，大家知嘛？要用 ，because 反正真係好，人哋都在揸啲巴士幾點搞，人都。every stop 我甲你講，即個巴士有去還沒 stop 嘅，咁都佢會使有 plan 啦，你特別去一個所在，佢甲你講你搭落換車咯。因為你是講你方便我是加 map 啊，因為這方便咯，嗬，你看。everything 即邊是真係方便咧，你直接需要即個搭巴士 app 嘅，即邊嘅巴士 system 是真係好嘅。美國搭人嗰啲咪是有係咪啊？有 iPhone 咯，到新加坡。係咯，搭人咪是見了 iPhone 定。iPhone 就any smartphone 咧，把你 smartphone 冇嘢啦 ，Android iPhone 嗰啲冇可能有 app 本啊。有。會使本嚟 download 下你 apps。特別我新加坡較濟人用 iPhone。not only that, but sometimes actually 你邊講 iPhone 你成日你帶出 website 咪使看到，咪使有。even 你有嘅。你計 plan 你 time。even 係你bus stop，伊大啲成日大啲頭啊，伊 bus stop 啊，有 signboard 後路，有成日 display 出來嘅講。SMS 本嚟使。SMS 本誒。嚇，定估我冇 iPhone 嚟使。係啲，但係你嗌你啦，但係 actually 你明講嗌用電話吧，你會一直嚟 bus stop 啦，一直啲有伊 signboard，佢講即個 bus 佢點講啊 ？stop 是加下面名嘅樣。準咯嚇。一個 brochure。準嚟。冇個 approximately 幾多咯？要 big hour 㗎，non-big hour 啦。要爽。聽講咯。爽誒，不知嚇。咁樣都是。你講。
無頭晚都當時講大巴坐巴無係咪經驗？對。我是咧甲人 share， 我頂到我就知道我到新加坡坐巴去即個KL 啊。登來啦對。登來，頂到咪是講到講即個巴士後尾嘛有 toilet 嘅嘛。對。我以前 toilet actually 迄個 toilet 是 for 人搬尿嘅嘛，對，伊是伊邊成日聽到寫講袂使放屎嘅。OK， 是啊，我冇俾記啊。OK，都寫啦，jangan放屎。Anyway， 我是後尾 toilet 頭前嘅，I mean 第二排啦，後尾順起來是第二排啦，就話後尾個正走到。了。OK。我差唔多，我講是等落去嘛。差唔多挨到 KL 嘅時咧，好似你uncle 到頭前衝去阿妹嘅位，就緊張。真係夾啦！真係夾啦！咁樣人成個班長嘅，開門入去，係啦，冚門鎖起來，一夾萬人都聽到聲咧。我明聲。Oh my god！ 咁別解咯，你不要緊啊！等落巴士有 aircon 嘅嘛？一部行啊，開會隨行。每次係開出來，一部一部出來是 video 咧嗬。我頭先其實我邊是車去啊。Oh my god！ 喲，老細哦！但係你嘥，所以講別使巴啊嘛 ，because 放喺度即係好似 aircon 巴曬，原來係話貴嘅巴講起。一巴變做成個貴巴是線，用啲細筆嚟線咯，嗰啲人。有都冇顯啊，冇嗌拗啊！有啲時係冇睇巴士係靠，喺陣時就差唔多係9K啊！哎呦，直啊咯！頭次得快啊！哎呦，幾條？你個別走，個別半行嗬？你個別成個 escape， 別做半行嘅，騰啊未開，自代冇騰啊嘛，自代在甩頭整過。夠嘅。但我未到，但係講到對你爽嘅話係 arrow 嘟呀。所以講就得。我明嘅，別使字入面。我都在邊頭嚟好話嘅巴士叫下面咯。Nice。before nice 嗰節經過嘅話，你叫下面名咧，依時代啲幹媽並為黐巴士。喂記。幹嘛邊啊？我喺 restaurant 邊呀。Key bus。唔知叫咩話，攏會記，我攏知啊。好壞 bus。當佢攏知，等我看下邊伊 website 有寫 airline 有寫幾多要下 bus。幾要下？等我 book online。哇，嗰啲水有50幾塊。哦，辦幾嘛嗬？50幾。邊啲落橋到佢咧？50幾塊講。50幾啊？冇辦幾啊？辦幾啊？仲見咗 K 嘅嘛？唔做 K 嘅。辦幾。仲見唔知個 K 嘅咯？等我看 airline。哦，新加坡啦乜有啊？個 hotel 咧？哇，新加坡嘛？個 hotel 咧？冇經 hotel 啦。哦，檳城。仲有我對嚟嘅。OK 嘅。我等啲看下你 aero 了，那是啷個就是隻飛機啊？喺你唔是叫做 night， 你叫做係咪個飛機咧？是嚟 executive 嘅。哦，哈。executive coach， 但正當邊啲機，伊是算啲貴咧，因為做咩咧？伊有80小姐來 serve 你嘅。哦，頭先喺陣時是不 nice， 喺陣時不 nice， 你就我哇，我睇 impression， 起巴士時啊，個好多陪到教碌架啊，過嚟
就接背機咧，反正佢你打真啊，你個佢報告嘅啦，報告嘅。各位來賓，歡迎人來打我人嘅幹嘛嘅巴？我你係即係只是有譬如嗰陣時咧，哇！佢好多唔見隻啊！哇！幫老師，哇！佢收到秒嘅喎，那是老媽隻喎。那是老媽，勁，好呀。哦，然後再個 coffee or tea 喎，換到I coffee，you want coffee or tea？ 爽！一個又就是 start 一個又就是 start 換 nice 咯。係。Nice, would not nice here. Nice. Nice 越難裝啊！有冇時學到學 ？Nice 係攞裝嘅咩？ Nice 我試過學闊啊。嗱，先試過學到學闊啊。對，叮當時我叫我即係插背啫咩？我借佢接單唔是 nice 啊！你 transnational 大 KL 搬來是樣停到你都會會有啊。俾咪攞到我咯喎！哦，你做咩啊？你收都到啦！所我咪講當今第一出名啦，嗱，先講即請即個回來為車啦，是 Aeroline 是出名然後。Aeroline 咯，個車啦，講正新加坡。個後面一個百里票。個 massage 車。個 massage 啊？個 massage 車。哦，massage 是準嘅。哦，你是講到底有那借條伊 seat 有攤變做 massage 者去啊？啊，但係伊 massage 伊係。做咩是這顯？因為伊是 vibration 嘅。會感覺顯。你轉上轉嘅都顯啊！安娜，但我特別多別使字啊！我特別用一集，但我特別多別字。伊問你使 massage 嚟估嘅，安尼會咯。伊家己 stop 去嘅，伊家己有一個點聲，家己 stop 去嘅。伊是轉呢還是做嘅？轉啊！伊轉嘅，伊成handphone 轉，反正冇意思嘅。哦。你咪是卡嘴巴咯，轉啊！伊是轉家己嗰邊。哦。那家己啦。哦。啊，你講過，啊你。我都過想搬落停啊！嗬，在啲你小市鎮啊，未記 key bus 啊。keep 唔掉 bus。啊 keep 掉 bus 啊！啊，對，應該個了聲嘅北啲下邊嘅 key 啊，喂，喂為咗冇聲，即係邊啊嗱，個冇聲咗。我把 key 過一道坐落去，because 我真冇事講只坐人嘛，所以我只時間較早就轉去 key 唔到 bus 有，我講陣按照做咩事 key 唔到 bus 啊？我記得啲道路唔知是一波一道路啊，我睇俾你即係白帶sauce，唔是白帶sauce，睇俾你sake嘛嘅位啊，在落在啦嚇。你一定當時 bus 往南面落，樣 bus 有北一位啊，樣冇掉掉用是山下你就。你樣時下掉放路時一位嘅時，你對時佢就冇上位嘅呀。你我起到冇上唔掉嘅巴士，我感覺就是按照怪怪，特別我想講有可能是無人嘅時候，然後我走去吹阿家位。我們就你冇掉過呀嚇？了，再一波。少，你企到呢頭整時只快快咧拖地啦。坑嘅喎。了，你知就知啦。你講咪是。我見啊，死轉啊！真冇人嘅。我騎車成日我成日我一人嘅，咪我被追到對面位置咯。誒，我 back 嘅，我 back 嘅哦。你個時想講啊，真係唔是我 back 曬我。我是看到我冇我 back 呢，我個想講死住頭睇我 back 嘅。有啊。我講冇時候你講唔掉巴，你可能看，就冇咩對皮嘅，成個人都對起來，人冇咩白嚟啊，冇咩識，但我冇看過。你個做成個夾成個啊掉啲啦，冇，唔是起唔掉巴，係咪成？哎呀，我是佢就慢咧，行都行啦。嘅呢，哎呀，掉啲行都行啦。你個嚟斜行，個嚟捶巴。Actually， 驚就是巴士牌嘅。我唔係點解一擺巴士牌你捌拄過啊？
我落巴士牌啊，講下。嘅邊捌拄過。我不知道拄過，到底我咁我尋日厝人，我唔知是去，係是去Cameron Highlands 哦。你伊個巴士啲望嘅邊啊，係排你就阿妹你知哦。哎呦！阿妹就白真嘅病機要啊！我唔知講是望。我諗坐到巴士啊，你在車牌嘅時候下掉隻股嗰時，但係我是往自個口看咧，伊人講，哇個卡尾成個飄隻上面物件，伊炒隻凳，伊炒啊，也炒隻凳，風吹伊成個超呢啲熱啊，你講哇你想人熱，我冇時覺得去看伊炒咯，我險伊風就吹時，我試過看到伊炒裡面有物件，我咧就看到裡面是棒嚟，你就係炒生鬼咧。頭是講潮咧，講你超，你炒熱超，你後尾看，哎呦，看到裡面有棒一件。伊炒裡面個拖出來，伊你斷線，就空碰嘅棒，跟住你。特別我嗰陣往鬼車一電人出嚟啦，所以冇你見。我講一個吼，這巴士真好笑嘅，就是頂久嘅巴士吼，伊是一粒 DVD 頭前嘅嘛。咧伊個隻吼，伊會幫攞出去咯，成規個 trip 吼，伊會幫攞出去，個隻頭一出吼，伊將斷人去，就是個幫成龍嘅去咯。然後規個是伊就幫阿莫去咯，特別個隻吼，有時成。人困了吼，伊就冚去啊嘛。然後我捌坐過一道吼，伊幫我記伊是 octopus 咗，特別只久啊。然後伊幫，伊嘛是頭 start 啦，嘛是伊歌 music 啊，伊嘛是做啥翕啲海內邊啊，伊 octopus 出來反咯。等陣時候伊只準嘅吼，你佢哋 replay 佢，我睇過你看過下啊？I think 是 VCD 啊，VCD 嚟啊是。你過嘛？然後伊個嚟放過，看，但是無久，伊個嚟落過下嘛，replay 過，喺你過出去嗬，夠個早起嗬，伊個是啲放了，放未了。放未了。對了。我未掉伊 ending。啷呀？捌坐巴士過後有當上間回來巴士有攞嚟 driver 嘅。小換。小換 driver。小攞嚟。因為我是小換 driver 嘅，咪是一樣換碟啊，係咪講另外一個 driver 搞到換碟嘅咯？咁啊，一個碟嘅就是一個 driver 叫你passenger換。唔怪呀，叫你passenger換住下，就是嚟講下即幫訂 play 啊，換伊 dis 呢。我就叫你passenger 嗰度訂。唔係啦。OK 啊，小算啊，舊啊，我坐巴士，咪講個波槍 before 咱走嘅事。阿 boy，捌坐長路巴士，再回來巴士。我捌坐啦，我只不暑假坐，因為我只驚現巴士，我得到去巴士我就現，得到所以我哋驚我得到去時就叫驚抓狼咯。你拗呀！哎呦，死不當你坐巴士問叫我問坐呢邊啊！哦，你坐飛機嘅現哦。當今較未啊，不較細漢嘅時咯。哦。現啊，坐車阮現。你未必是講排名啊，未去食風嘅人。哦，冇食風名咯。所以去嘅時咧，佢早時陣嘅時，我媽都學我食藥咯，學我困咯。食咩？食乜藥粉啊？我食你食藥愛困啊，食我唔知叫咩藥，食了你愛困啊，困藥了去困咯。困啊！佢哋困未請巴士教嘅時嘅直頭。所以長路無啦，所以當今我 prefer 去飛去長路咧，我嗰陣去 KL 我是咁樣花超。我講聽一個佢一個物件是，我一個朋友，往特擺做坐巴士對，唔是坐巴士，就是坐火車，你在 KTM 啊，但係我 KTM 啊，當然火車個有。我頂到坐 KTM 對 KL 嘛，半暝本嘅啦，那是阿妹，就是1點幾12點坐，那是一頭9點早起嘅咯。
แล้วว่ากับ另外一個查某呢，我係厝人朋友來那捌嘢，有一次的時間好笑呢，伊坐啊吼，伊到 KL 時無車啊，一直坐個去新加坡。錄入巴士。你同錄嘢咩？冇啊，直頭，人哋伊是伊個困嘅 coach 啊，因為困嘅 coach 佢就是到 KL 時間，那是開堂啊，換 ticket，唔知咩事個冇喎，個冇掉伊喎。直頭自己去新加坡，梗好笑，我嘛甲我講是笑個女。你等個有一個，我一個聽講甲我講aeroline 呢，到底檳城自己去 KL 是60塊ringgit。爽哦！爽我袂坐，但是講我去 KL。double decker 啊？把路嘅巴士 double decker 咧。哦，因為樓卡是做咩 restaurant 啊？樓卡攤食呀？personal screen 我假暑假坐聽到新加坡坐到對嚟檳城個一種嘅是snoozer 啊，snoozer 好你困有 TV 嘅，有 TV 嘅。你個長嘅，伊上個 business class。一杯機 business class， 我 flat 嘅。貴哦。困嘅。對啊，伊個 TV 都已經80塊咯。哦，80塊嘛別貴哦。Ringgit 還是新加坡dollar。Ringgit 啊，吧 one way 嘅。哦 ，one way 60塊80塊 OK 啦。但是講你穩定是，做咩事人買隻飛機要坐巴士？問二咯。講咯。講。做咩事你咁晚坐飛機買坐巴？咱講 KL 就好啦。KL 是因為伊個 airport 小會啊。啊。對。所以較方便啦，新加坡咧是咁晚坐飛機啦。啊，但新加坡就是坐飛機咯。變成就是坐飛機啦，咁正價，咁價值可能係死嘅啫。特別 KL 咧 ，KL 當然換巴士比較久，I mean 搭巴士。搭巴士冇簽證嗎？4個簽證。你隨來你會 check in 啊，你隨來咁上嘅。哦，所以特別去 KL 坐巴士就冇講啦，去新加坡坐巴士講。是唔是香港？是。好啦，嗱，下禮拜個到底嚟講，下禮拜講俾介紹話，檳城我下禮拜呢，我到時春一禮拜就對檳城，所以特別亂介紹話，佢檳城我係物件新物件食，新物件佚佗啊，咪會個人講，教我介紹就係。下禮拜嘅到底嚟參考人講下，即係禮拜我特別嘅邊呢，就是青菜炒糊啦，boy 番辣鏡，調落啦。個有酒加豆皮仔咁食，哇！真係濟人。下禮拜過來再見，佢講拜拜。拜拜。拜拜。